然咱台湾已经有几啊个月无本土病例了，但是为台湾出境的外籍人士所不断防验出为着新冠病毒。国内感染科的医师讲，台湾虽然是属于个案少的国家，但是病毒也是存在伫个社区，也是爱真注意。有专家认为，应该针对要出境的外籍人士，先来做体检，避免检测的争议，安尼嘛会当掌握到台湾稳重的病例。有特殊芳开的咖喱引起思念故乡的心情，就算伫台湾会使食到家乡味，依然阻挡不了想要转去的外国人来去，伊讲煞变成防疫的问题。一段时间就有人会回他的母国，会换人过来哦。那虽然有筛检，可是可能还是怕有遗漏的啦。台湾应该不能把自己列为一个零个案的地区，而是我们是个案很少的地区。可是我们的本国内呢，应该还是有病毒的。台湾的社区依然有病毒存在，不是无原因。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报显示，台湾为6月份到9月份出境被体检出新冠病毒阳性的个案有38人，其中有25个人拢伫菲律宾。有专家认为讲，可能甲当地检验品质有关系，会使考虑针对所有的外国人出境时做检验。出境的人不但入境没有检测，出境也没检测，让人家检测出阳性，你一点办法都一点回嘴的空间都没有。说是我们台湾在这些对于出境的人要给他做常规的一个查，国外给我们的信息，我们能够判断他的真还是假。专家认为讲，目前的做法是等到别国通报，再去追踪的被动方式，若无法确认其他国家检测的准确度。疫苗的成本嘛较悬，若是真了确诊，防治的速度嘛无够紧，不如先体检，知己知彼嘛，唔免惊，互人误乱。